今仔日甲同事用台语开讲的时，同事就问讲：你是啥物腔口？听起来就讲袂出来，怪怪。是外省人无？当然听到遮，我心肝是有淡薄仔做失望，对家己做失望的，因为我嘛伫追求讲台语爱讲甲有台湾味，就有台语人的腔口，变做讲你一开喙讲台语，拢袂着人问讲你这是啥物腔口，怪怪安怎？这嘛是变做足侪台语讲无啥好势的人，较无愿意开喙。甲外口的人讲台语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即摆主流的世界，就是若你著莫讲，讲华语就好，嘛无人会要求讲你爱会晓讲台语，无就是你讲台语，就是爱讲啊完全听袂出来有啥物无共款的腔口，就是爱有台语人的腔口。毋过这若毋是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的人，无就像我无定定讲，我要找找讲台语的环境是无遐好找，比讲我用写的、用看的、用听的比起来，你爱找一个对象，安尼会当讲，无简单。这嘛是伫台湾去学，像外国语言拄着的共款。你会当去听看外国的影片。毋过你若爱找一个人，要甲你同齐练啥物外国的语言，你著需要一个朋友，而且即个朋友是做学找啦，爱找一个愿意讲甲一个即个语言拄仔伫学、当伫学的人，安尼做有耐性，去安尼陪你讲。若亲像我著有可能找线顶台语的家教。毋过就是讲话家教，伊台语诚好，毋过无啥会晓教。伊的观念嘛是讲华语为主，若讲足侪词，人的名，你若翻做台语，就变做想要争做一个讲全台语的人，迄个台语老师阁会无欢喜，阁会甲你干涉。毋过这就是现此时即个台湾社会问题，就莫看遐重。就是讲，我即摆学的，就是足侪代志，莫看遐重，莫讲足顾忌讲，内要安怎？就是我爱学一种随缘，随一个缘分，迄种理念。毋是讲，就是即摆嘛，毋是讲啥物上好，啥物无好，无即种保底卡。毋过咱用咱的目睭去看，定定拢是看着，即个讲上侪人的想法、看法，变做就甲健康的知识共款，拢定定足侪人伫讲。毋过伊是有影正确的，嘛毋知影，就是上主流，上有影响力的人讲，为伊的喙讲出来。阁有讲，侪人拢咧讲共款的代志，就变做咱的头壳内底就会想讲，就是安尼。会听讲，咱人惊讲家己甲别人无共款，就大家去追求啥物物件，咱嘛会对咧追求。
是无法度去做一个若是做一寡代志是较无大家拢伫咧做诶，拢会惊，拢会想讲，我安尼做敢对，安尼做敢有价值？咱头壳内底认为有价值诶代志，定定都是即个社会众人学乐诶代志，众人看重诶代志，亲像讲安怎趁钱，安怎投资，安怎会买厝，即种就是大家拢诚爱讲诶。毋过伊有可能是一个无正确诶代志。举一个例，就是健康诶知识。定定就是讲，我听广播电台，伊是要卖药仔，伊诶对象阁是时大，这播音员都会定定去讲咱人老啊，身体就是会退化，就要紧去食物件来顾，食伊诶药仔来顾，就变做讲，洗脑入去诶，就是咱诶身躯会退化，咱会愈来愈无好用，愈来愈毋是愈来愈好，是愈来愈烂，变做讲这是一个洗脑。毋过因为大家拢安尼讲，咱嘛看讲，足侪人因为去洗脑，变做讲。时大身体真正就是开始袂行，开始这疼遐疼。咱就讲这哪有可能是洗脑？这就是大家拢安尼。咱无想着啥物，咱无想讲有可能就是每一人拢去洗脑，每一人当然表现出来物件拢共款。像讲即马医学拢是伫强调讲，三高，血糖、血压，糖分、血压，阁有一个血油，变做讲每一人拢讲对，我拢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毋过咱即摆的社会无去注重讲，快乐、平安想会开，咱拢毋知影讲，咱是毋是思想内底有即个三低，就是无自信、无快乐，阁无随缘，就变做讲，因为即个社会一直咧讲啥物代志，咱就想讲，咱就对别人对大众去看着即项代志，其他的代志咱拢看袂着。这嘛真简单的道理，就是讲，我开始伫学台语以后，有发现讲，以早当然拢袂看着台语即个物件，就想讲有人伫讲安怎，即马真正伫学较发现讲，其实大家嘛是去洗脑去，就讲华语就真好用。甚至有人讲华语就是我的母语，因为讲这华语就做简单毋免学，因为伫国校啊，伫读册做读册囡仔的时阵，即个政府拢透过教育，拢甲咱教较好好，用考试的方式，就变做讲咱拢无发觉讲这有啥物奇怪的代志，为安怎咱是学华语，毋是学其他的语言，咱拢袂去思考即种代志，拢活伫不知不觉之中，就变做讲，我嘛发现讲，我的想法，因为一讲台语，大家就会问讲你是啥物腔口。你讲啊搁较顺，大家嘛是听即个腔口，都毋是台湾人的腔口，就变做讲我有一个去洗脑去，就是讲学台语、讲台语上重要的，就是即个腔口，爱有即
台语人的腔口。毋过，这敢是安尼？这会讲是另外一个洗脑部，就亲像讲我线顶家教的老师，台语讲甲诚好，毋过反对讲，我咧甲别人的名用台语读出来，伊讲爱用华语来读。澳洲、歌本册拢爱用华语来读，安尼较是尊重，安尼较是好势。我会使知影讲这是洗脑，因为我有接触别人的讲法就是全台语的这种课仔内底，我知影讲这个台语人讲的，虽讲伊台语讲甲真好，毋过伊对台语有可能毋是爱，只是一个工具尔。有可能伊认为讲，若伊有法度教华语来趁大钱，伊随讲就去教华语啊，台语对伊来讲就无效啊。有可能是即种观念尔。就是做啥物代志做甲真好，毋是讲伊着对即个伊专长的代志是有一个尊重，阁有一个爱伫内底。有可能拢无，对伊来讲都是工具，就变做讲伊甘愿叫对伊学台语的人加讲一寡华语拢无要紧，就亲像讲伫 Clubhouse 迄个台语房，即个内底人拢共款啊，伊嘛是安尼想，讲我甘愿你着用华语来讲，毋免硬讲台语。莫每一个字每一句拢爱讲台语。对因来讲，有可能伊有听到较青分的台语词，亲像美种业，伊就这台语诚好的人，颠倒会掠讲，伊就无听过。毋过若听到华语的词是新的词，伊就想讲我紧甲伊学起来，较对得着时代。当然，这种观念拢是即个社会就是斗阵洗脑的原因端。毋过咧，我是毋是嘛受着影响，认为讲一开喙，毋是一开喙，若开喙讲台语的时，就是爱有台语人的腔口，这就是无简单的代志。有可能会当讲甲足顺，会当足侪事拢会晓。毋过，伫台湾社会，因注重的敢若是注重讲你即个有台语腔无，若无即个台语人的腔，讲华语嘛无要紧，就是莫讲甲，互伊感觉足生分的一个，听足袂惯势的一个腔口。这当然是一种要消灭台语的一个思想。毋过每一个人拢感觉足自然的，这嘛无啥，就是讲，伫人类的社会，足侪主流的思想，颠倒是要甲人类消灭的这种思想，亲像讲，国甲国之间相争，大家都看到家己的利益，大家拢去发展伊上好的武器，就是无家私，惊讲别人看你无，就去发展足厉害的家私。毋过发展家私，就是有可能即个地球都会有危险，是互人类去甲伊补掉去。虽讲是安尼，大家嘛是讲传武器、传家私、传便便这当然，这个社会就是安尼。即马这世界的思想，主要的思想。毋过咧，我会当做的就是
改变讲我的角度，我注重的一个所在。莫伫讲注重讲，哪有替别人去嫌讲我的台语即个腔。我嘛是变做讲有的人，就是会注重讲你倒位工课，即个月给偌济钱，逐个拢注重共款的代志。毋过，即个共款的代志是真正重要，也是讲每届每一人拢会问，每一人拢感觉重要。毋过对我来讲，到底是有重要，也是无重要？我认为其实无遐重要，因为讲我学台语上大的目的，当然就是家己写，会使写册、写一寡文章，家己保存。因为我第一讲话方面，有可能就是无法度讲腔口足水开的。有可能就是第一做 YouTuber， 也是讲 Podcast，的主持人、播音员是即个方面，毋是我的专长。毋过我嘛是会去骨力学。毋过安尼一开喙，就有台语人的腔口，安尼搁安怎？进前我是认为讲，我若一开喙就是台语人的腔口，大家就会开始学我讲台语，教我讲台语，安尼我就毋免烦恼讲无对象。毋过咧，我认为嘛是我的态度较有关系。有诚侪台语诚好的人，伊颠倒不爱开喙讲台语，伊认为讲台语是做无共人尊重，有可能有即种想法，而且是侪人拢安尼想，就变做讲台语的腔口诚好，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无？也是讲上重要的是我的态度，而且我需要讲，我就是莫去强求，莫去硬去求一项代志，讲爱符合我头壳内底即个设定，符合我头壳内底讲一个画面，其实毋免安尼。我就是有即种毛病，变做讲我翁甲我做伙的时阵，拢感觉讲伊毋知要安怎做，安怎做我拢甲伊怨叹。因为伫我的头壳内底，就伫咧想讲，标准，应该安怎做？若有甲这做法无共，无讲共款，无符合我的愿望，若我翁甲我讲的话，毋是我心目中想的迄句，有可能我就想讲，安尼就毋对啊，就变做我无用一个随缘，即种想法去看别项代志，就若亲像讲今仔日我台语讲甲诚好，诚有台语人的气口。毋过我用 Podcast 用甲一大堆，敢有人会去看，会去听？有可能嘛无。对我来讲，安尼我毋是足失落的。我会找袂着讲学台语的目的是啥物？因为我台语若讲腔口遐好，讲甲遐顺，犹原无人注重，犹原有一寡拄着一寡人有意见，就若亲像讲，今仔日我台语讲甲诚好，每一个人名，我拢做会晓家己用台语讲出来。嘛有一个人会走出来，伊阁是台语老师，就讲袂当爱用华语来讲，是讲若拢是台语的腔口，是毋是我就袂拄着问题？应该毋是，我嘛是犹原
会拄着一寡问题。重点真正毋是讲，我即马台语的开口毋对，我着足失望的，足想要硬去求，就是硬去求一项物件，就变做讲我无快乐的原因，我真痛苦的来源。我即马爱知影讲，一切拢是缘分，就是互即个海波浪安尼豆豆甲我撒，看甲我撒去倒位去，有可能迄个位，迄个所在就是上合我的所在，就是安尼，毋是讲看大家啥物上受着遐捌，有啥物台语讲啊真好的人，大家学乐，真遐捌，我着想讲甲我的目标，用即种形象去想，安尼我若做袂到，也是讲我有做甲安尼，真正有完成即个目标，毋过别人嘛是有其他意见，别人意见着换一个，毋是讲你的腔口的问题，你是毋是外省人的问题？有可能人着毋是问即个问题，是讲你怎会讲遐济台语，讲遐济无听过台语？着共款有人会讲话，我为安怎爱因为别人的意见，艰苦，去改变，去对家己不满意，安尼着表示讲我会受到别人意见的影响。我对别人的意见拢无法度去抵抗，无法度去人讲人的我做爱的，变做讲我跳，我跳肃拔起来啊！来变做是一听人喙的人，安尼安怎做拢袂快乐。我想讲，我爱改的是我的观念，我的想法，莫去想讲，大家拢讲这足重要，每一人拢去一开喙，大家都敢若注重讲你的腔口对，也是毋对。这就是一般人，一般人的想法。一般人想法，无的确是正确的想法。我为安怎不爱用家己的想法，就是我对代志的看法，产生一个家己的看法以后，用我家己的看法，用我家己的观点，去思考代志，毋是对别人的喙，去思考代志，去感觉我的价值，去调整我的价值，莫用别人的喙，就算这是我拄着在的人，伊个人拢是讲共款的话，嘛是参考就好。我需要一寡代志，就是缘分，有的人若讲伊对你有满意，你安怎做伊拢会满意。毋过像我的旧同事，处女座迄个旧同事，阁有迄个查某的业务，嘛是甲公司死头路啊。你安怎做，因就是不满意，就是对你有意见。既然是安尼，为安怎需要为着因的反应来艰苦，会犹疑家己有啥物价值？有的人就是真有缘分，变做讲你安怎讲，你安怎做，伊就是认同、认可你这个人。这在咱人生中定定拄着啊，就是较投缘的。有的人你安怎对伊好，伊就是永远就是看着你的欠点，你这就无法度。既然伊看着是你的欠点，就莫去对这个人伊就
家放袂记，离较远咧。莫心内想讲有机会我会互伊知影我是诚好诶人，毋是伊听着会安怎的人，毋免一切拢是缘分。亲像讲我嘛定定感觉我诶时间无够用，既然时间遐宝贵，有诶人就是无缘分，伊安怎想，就互伊去想。有诶人若听我讲我即摆伫咧练台语，伊愿意用台语安尼加甲我讲话，这就是一个缘分，我着去珍惜。有诶人就是对我做有意见，讲这样着足怪就是不爱互我讲台语，我着较莫甲伊，就是毋免甲伊诶反应当做足重要诶代志。我着爱学诶是安尼，无我若今仔日台语学甲诚好，别人大众都济人诶反应，阁是另外一种意见，讲你台语讲伤济，这嘛有可能是迄寡人诶意见。我是毋是阁着为着这寡人连拢势？拢毋免，我爱找着家己，用我家己诶判断，用我家己认为啥物是较稀奇诶、较好诶，用我家己去想，莫去讲别人安尼讲，别人安尼看法，影响我家己诶主张。我就是爱豆豆去为即个方向去学，就是安尼。